第32條啦，7×2嘅十次方加6×2嘅六次方加11。好啦，點樣將佢轉成二進制數呢？咁首先照抄啦，題目嗱七，留意呢個數係都係4+2括住佢啦，成個數乘2嘅十次方，加6呢就係4+2括住佢啦，成個數乘2嘅六次方，加11就係8+2括住佢。然後啦變做呢4即係2嘅二次方啦，再乘2嘅十次方係2嘅12次方，加2乘2嘅十次方即係2嘅11次方啦，加1乘2嘅十次方即係2嘅10次方，加4呢即係2嘅平方，再乘2嘅六次方咧係2嘅8次方，加2乘2嘅六次方係2嘅7次方，加8咧係2嘅3次方啦，加2啦，再加1。嗱，然之後啦，我哋將佢變做一個呢二進制數啦，就係111。嗱，留意呢，2嘅9次方補個0，跟住11，2嘅6次方、5次方、4次方都補0啦，所以補3個0，跟住1啦，再0。嗱，呢個就係補位呢，2嘅二次方，再1，1，成個數呢寫翻個二進制啦。答案呢係 C 啦。